放工啦，去邊好呢？啊，揾 Best 菜先。哇！呢排唞唔到氣，要揾 Best 菜啊！到底 Best 菜係啲咩嚟？點解咁多香港人都要向佢朝聖？今日就帶大家去揾下佢哋先。其實香港嘅空氣污染指數一直都有上升嘅趨勢，統計平均每1立方毫米就有高達5000毫升嘅微生物、致敏原、塵埃等等。好彩我揾到 Best 菜，一間專門幫香港人清理鼻垢，大大舒緩香港醫療供不應求嘅情況，可以令你嘅鼻腔有清新嘅一日。雖然第2日都已經又會有好多新嘅鼻屎出現，但係活多一日得一日，舒服多一日得一日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座右銘啊！歡迎嚟到 Best 菜，係咪預約咗今日嘅呢？入嚟啊！呢度嘅醫師全部都獲取咗 Rock School 8級鋼琴資歷，更加獲獎無數啊！我哋一開始會幫客人聽一聽鼻跳，之後會用羽毛舒緩你嘅鼻神經。睇下你幾多鼻垢，啲鼻毛仲有啲稀疏添啊！唔好亂喐啊！甩咗啊！幫你整翻好佢啊！多謝幫襯，下次再光臨啦，拜拜。試過我哋嘅客人有99%都會再次返嚟啊！